什么人对你不重要？你会任凭他流泪，不理会他求告。造眼睛的难道看不到？造宇宙的难道力量还渺小？造世人的如果不疼惜，怎么会把生命倾倒？造维多的难道听不到？造万物的难道智慧会缺少？造世人的如果不在乎，怎么会保证眷顾一切需要？各位兄弟，大家早，大家平安啊！欢迎大家来做会读上帝话。今仔日早起，咱们来请嘉玲执事，传咱来大家来做开始的祈祷。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感谢你，在这清晨，我们要一起来研读你的话语。主，你的话是我们路上的光，是脚前的灯。求主保守我们，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也求主高摩你仆人，与你仆人同在，保守我们在读经的时候不被打扰，让我们专心研读你的话语。也求主祝福眷顾，求主将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好使我们真知道你。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多谢。咱对耶利米书第24章开始，一直到29章，这几章就是在讲到上帝70年狩猎这个预言，70年的预言。这70年，伫咱今日25章，咱会看到这个清楚的数字，是伫约雅斤最王的时阵，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所以从24章到29章，这是在讲到有关70年被掳的信息。这个70年是伫29章第10节遐嘛讲到，上为巴比伦定70年满，上帝要管国。但是在25章的所在，上帝就已经开始预言到29章。然后但以理书嘛有提到这个书，但以理书我们在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读完之后，会读但以理书，看到这70年，其实在但以理被掳的时候，他并不晓得，所以但以理到他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很大了，他才知道有这个70年的信息，但是他就是第一批被掳的，所以就刚刚惊吓，才知道说上帝有一个70年的信息，然后后面有一个70个7的信息。撒迦利亚书嘛有讲到这个70年，70年安怎算呢？大概2种算法，比较多的是前面这个算法，就是主前605年3次被掳，3次都是这个巴比伦。主前605年就是约雅敬做王的时候，第一批被掳。那70年后就是536年，是这个古列波斯王古列做王的时候，第一批归回，这样主前605到主前536，按照70年。那第二种算法是在第3次被掳，就是耶路撒冷毁灭、城毁灭、圣殿毁灭，还有南国犹大灭亡的时候，一直70年后到516年，是圣殿完工。在这当中呢，他们在第一批归回到圣殿完工，中间又过了20年，20年。所以在第一次被掳和第二次被掳也是过了20年，这20年当中呢，就是3次被掳，所以这20年当中也是耶利米最痛苦的时候，因为说痛苦呢，前面其实也很痛苦，因为前面他已经传到了23年了，没有人相信。那接下来的20年呢，是一个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这个惨痛的教训。而在这个20年当中，就第3次被掳到第一次归回，这当中有足足50年的时间，他们是在巴比伦
巴比伦外地来度过。那这也是应验了上帝所说的7年啊，因为50就是一个7年，就是7个7， 49年之后，然后第50年，然后这个7年，所以也是在上帝预定的时间能够回到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关于70年的信息。那昨天咱看到这个亚利米，伊对这个冷浪的这个无花果，来看见这个异象，上帝已经让亚利米的心真定着，就是不免想要再继续的抗争或是继续的抵抗，因为这已经在西底家国家快要灭亡之前了，所以应该要投降，应该要顺从上帝的带领和旨意，而不是在这个时候做所谓的抗争。今日要看的是25章，25章头前呢，就是咧预言犹大要受毁灭，甲受掠70年，然后上帝要刑罚这个巴比伦。15、19最后38节，上帝对这列国讲的预言，就一下提到了15个国家。这15个国家呢，上帝都要来刑罚这列国。这15个国家让我想到这个五旬节圣灵充满的时候，也是有从15个地方来的人被圣灵充满，然后说出15种的方言好，咱来看今日这段的圣经30亚利米书的25章，咱要请嘉玲执事传来读，但先请对第1节读到第7节。第1节，约雅敬的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第4年，就是尼布甲尼撒做巴比伦王的第1年，上主将有关犹大人民的话传予亚利米，先知亚利米就将这个话甲所有的犹大人民甲耶路撒冷的居民讲，对阿门王的囝约西亚做王第13年到今仔日，这23年来，上主不时对我讲话，我嘛继续将伊的话传予恁，毋过恁拢无要听叹。上主虽然一遍搁一遍派伊的仆人种先知来恁遮，毋过恁完全无听叹。因甲恁讲，恁逐个人着悔改，离开邪恶的道路，放杀罪恶的行为，安尼恁才会当永永远远住伫上主赐予恁甲恁的祖先的土地。所以上主讲，恁毋通去缀别的神明，服侍敬拜因，毋通拜恁的手做的物，惹我受气。安尼我就袂讲该灾祸予恁。毋过恁拢毋听叹，颠倒去拜家己的手做的偶像，惹我受气，家己惹祸端。多谢。伫遮约西亚的囝约雅敬做犹大王的第4年，就是在主前605年，嘛是对遮咱看到，就是头一届第一批被掳的时间到的时候所以上帝伫今年呢，就是300受掠一开始，就是要宣布70年开始的计算日期然后上帝通过亚利米来传达这个话但是就是讲咱会当对约雅敬的老爸是约西亚王约西亚王会记载咱拄读了这个历代志下35章讲到约西亚这个最高峰就是修这个搬过节了但是约西亚走下坡就是伊复联战士是因为甲这个埃及王法老尼哥要出去来阻挡伊去甲这个亚述联手来抵抗这个不是甲亚述去甲北国也不是北国去跟亚兰人联手来抵抗这个巴比伦所以这是这个约西亚他自死的原因为着安尼来死但是呢，这个死呢，变做伊的囝约雅敬就要起来做王，所以起来做王的时阵，伫历代志的36章这中间有一个约哈书，但是只有短3个月是被埃及法老的傀儡，要嘛受掠去这个埃及，
然后约雅斤是伫25岁时做王11年所以伊做王的第4年但是在主前609到主前604做王的第4年上帝就照耶利米所讲的预言，但是在就算把尼布甲尼撒来阵上帝就安尼讲对约西亚做王的囝就是约雅斤做王13年第13年约西亚13年是的，从约西亚当王第13年就是耶利米出来服侍就是咱读耶利米书的第1章，一直到即马发生这个代志然后到约雅斤这个巴比伦要受了，安尼经过23年23年中间，上帝一直在讲话，因拢无要听所以耶利米这13年嘛是对于18岁到即马41岁左右这中间伊嘛非常的辛苦伊嘛非常的着磨总是呢无人要悔改，所以上主呢最后讲伊上主过一摆来重生不厌其烦重生上主安怎样应允讲因若是离开这个邪恶，放下罪恶，上帝就互因继续活，但是呢因煞不爱听所以惹上帝受气所以这个是郑重的警告其实袂当搁怪上帝，因为上帝已经通过耶利米讲20几年继续搁请写林带咱读对第8到14节8到14节。第8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因为恁毋听叹我的话，我要调北方的民族甲我的部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这个土地甲遐的居民，以及周围的民族。我要甲因彻底消灭，互这个地永远趴荒，互人着惊啼笑。上主安尼宣告，我嘛要互因无阁有欢喜快乐的声，无阁有婚宴喜庆的声，无人下无，无人点灯，无人全国拢会趴荒，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后，我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上主安尼宣布，我要互我针对这个国家所讲的话实现，嘛要互记载伫这本册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拢实现。我要照巴比伦人的行为，甲因的手所做的报应因，会有真侪国甲大君王掠因去做奴隶。好，等下伫遮讲到耶利米的话呢，讲20几年以后，已经毋是只有讲道片，已经出册已经成书了。所以咱看伫这段的中间，上这20几年久的中间，上帝伊要来宣布就是伊要调集是北方的民族连这个国家是叫做巴比伦，这个国家王叫做尼布甲尼撒要来攻击这个土地所以已经对头前已经讲了真完整真清楚，这所在无够有欢喜，无够有快乐无人来当国徛起，但是第25章的11节讲出，这个国家转国趴荒，互人着惊。这个国家会服侍巴比伦王70年的时间所以70年的时间就是上帝定着的时间。总是70年满，上帝要因为巴比伦王甲这个民族所犯的罪，甲因刑罚，消灭这个国家，互迄个地永远荒废。上主安尼宣布。所以上帝的公义不是助长恶人让这个巴比伦王因为这嘛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讨论到底巴比伦王是不是上帝的仆人因为咱来看但以理书这个尼布甲尼撒自称是上帝的仆人甚至连这个波斯王古列也是得到上帝的预示得到上帝的旨意上帝启示伊要来宣布这个代志，因为当真做上帝的奴仆但是伊嘛无受割礼因太会当做上帝的奴仆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方向的讨论但是呢
回到这个经文来看，就是讲上帝拢用这个无信主的国家的外邦人的王，哈，那个最有 power 的，上无可能信上帝，迄个世界最大的 power 的手在他的手上，哈，伊拢愿意听上帝的话，但是竟然，哈，连上帝家己的国家，哈，已经去互修理到足凄惨了，已经走投无路了，到那个时候居然还不听上帝的话，好，所以是非常的讽刺。所以13、14，讲记载伫这本册关系耶利米对列国的预言拢要实现了，所以耶利米书已经成书了。虽然这时候耶利米只有41到43岁啊，但是伊的信息已经传讲了23年，已经传讲足久的时间，所以已经拢会当出册，所以就是不是只有讲过去而已，而是还有成书可以记载。所以上帝为着安尼，一定要重重的来审判，报复。煞者对15章开始呢，一直到38章，是上主对审判的列国。这段的经文呢，可以在耶利米书的46章到51章可以做对照。这边等于是一个上半部的一个前言哦。所以内底讲到15个国家，讲到上帝对这个国家每一个拢是要受驾是，上帝要互因啉这个酒醉愤怒的杯。好，咱来读这段圣经啊，先请对15章读到27章，15到27节。15章，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甲我讲：你着对我的手，甲这杯受气的酒接去。摕去，互我派你去的逐个啉，因啉了会东倒西歪起笑，因为我要互因拄着战乱，我就对上主的手，甲这杯酒接过来，摕去，互上主派我去的逐个啉，包括耶路撒冷甲犹大的城镇、犹大的君王甲领袖。互这个城镇趴远受气杀，互人啼笑咒诅，亲像今仔日安尼，嘛包括埃及王法老、伊的人神、领袖甲所有的人民，以及外族人、乌斯地区的君王、菲利斯的诸王、阿什基伦、加萨、以吉伦、以及阿什杜村落来的人。以东人、摩押人、阿门人、泰尼甲西顿的君王，地中海沿海地区的君王，底丹、提马、波斯甲铁壁边的民族，阿拉伯的君王，沙漠地区各族的王，新日、伊兰、米利亚，所有的君王。北方无论远也是近的君王，全世界的各国拢要啉这杯酒，最后巴比伦王嘛着啉。上主对我讲：你着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恁着啉这杯酒，啉甲醉，啉甲吐，啉甲跋倒，啉甲爬袂起来。因为我要互恁拄着战乱。以上。多谢。15章开始，上帝要进入这个信息。这个信息是不是伫这个约雅斤最后的第4年就不一定不一定是那个时候。但是呢，这是伫审判开始审判耶路撒冷要进入70年以后，上帝第2件要做的代志。伊教是家己的子民国家，伊嘛要教是伫家己的子民国家四周围遮的列国，所以这也是耶利米书从46章到51章快结束的时候，一个审判列国、审判世界的信息啊。上帝是不是只有耶路撒冷的主？上帝是全世界的主。上帝不是只有审判基督徒，上帝要审判是全世界的人。所以这也是在预告将来末后上帝的作为。底下上帝用这杯叫耶利米，好像又演一个行动剧，讲着对外手摕这个杯，是摕这杯受气的酒接去啊，好像上帝那边就有一杯愤怒的酒愤怒的杯然后呢，要
拿给耶利米，耶利米再拿去给各国。但是这是一个形容，但是很难讲上帝要真正一杯酒啊，够搞好耶利米，所以这是一个形容。这个愤怒的酒这样子的形容呢，出现在以赛亚书51章、耶利米书13章、49章、撒迦利亚书12章、哈巴谷书第2章都有类似像这样的形容。这个酒呢，酒是让人要啉了爽快，但是有时候酒呢也会使人出事这个酒呢代表是上帝愤怒的酒，伊要来审判，让人啉了东倒西歪起笑，拄着战乱，后壁还有真多形容，所以17章耶利米还真的就拿到这个杯，伊就提起给大家来啉这个杯呢，跟耶稣基督的这个新约的杯。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守圣餐所领的杯，跟还好不是这个耶利米手上所领的杯所以这个旧约跟新约的差别是差很大。在旧约拿到上帝的这个杯呢，就是要去宣布这个审判上帝生气的信息，但是在新约呢，是耶稣下面的信息，是好带给咱平安。然后呢，这个审判对18章开始，就是对上帝的耶路撒冷跟犹大，所以彼得前书说第4章说，审判从神的家开始审判都是对上帝、对教会来开始，所以咱不是只有单台别的国家受审判，教会不免受审判，咱不是咧单台这还未信主的人受审判，基督徒不免受审判。因为咱看耶利米书、古约、新约、彼得前书，审判拢是对家己上帝家开始，然后接下来就是埃及，第3就是在乌斯地区，第4就是在非利士人，第5就是在以东，第6是摩押，第7是阿文，第8是泰尔西顿，第9是在海边沿海地区的君王。第10是底但、提马、布斯，替避兵的这民族，这应该是住在低地的地方。然后第11是阿拉伯这民族，然后第11包括讲这个新利诸王，然后第12是这个以兰诸王，就是伊朗然后13是波斯马代，就是后来的这个波斯帝国，然后再来第15就是最后巴比伦王那在和合本呢保留另外一个字，这个巴比伦呢又叫做示沙克，那这个示沙克其实就是巴比伦的意思，但是在原文当中不是用巴比伦这个字，但是连续10个国家都受审判，这也代表上帝是掌管全世界的国家。所以咱若是听到耶利米这段信息，咱就不会为着因为耶路撒冷受毁灭，来感觉痛苦，因为所有人拢犯罪，拢要受上帝审判。所以上主对耶利米讲，上主要互因万国拢要啉这个酒，啉甲醉，啉甲吐，啉甲跋倒，啉甲爬袂起来。互因伫这个战乱当中呢，失去能力，就是完全无力来回击等国家去用修理甲上忝的时阵呢，因是倒伫土骹啦，然后一蹶不振，根本倒地不起，无法度做任何的应变的能力，所以对别的国家来讲，等于这个是囊中取物所以这是上帝审判要来到的时阵，世间罪人的这个情景咱个最后来请这个嘉玲传咱来读，对28节，读到最后结束38节。28节，因若唔肯接你这杯酒去啉，你就甲因讲，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恁一定着啉。我既然对这座奉我的名起的城开始讲灾祸，恁敢袂当免受刑罚？恁一定袂，因为我已经命令刀剑来攻击全地的子民。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告，所以你着将我交代的话对因宣讲，责备因。上主对天顶大声喊。对伊大城的所在喊声，伊对牧场的羊群大声喊。
对地上所有的住民发声，亲像打葡萄的人在发。上主发的声会传到天边海角，因为伊要控告万族，要审判所有的人。社会人，伊要互因死伫倒下。上主安尼宣告。上主万军的统帅阁讲，着注意，会有灾难对即国探到迄国，会有大暴风对世界的尽头架起来，到迄日，对地即边头到迄边头，一世界拢是上主杀死的人，无人为着因啼哭，无人甲因受心死，无人甲因抬。遐个尸体拢要变做地面的粪，人民的牧者恁着哀哭嚎叫，羊群的领袖啊，恁着哀伤，伫土沙粉过来过去。恁要互人走马的日子到啊，恁会摔倒，亲像贵重的飞器，摔甲碎碎，牧者无路通逃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逃脱，着注意听牧者的嚎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上主在毁坏因的牧场。上主发出猛烈的受气，平安青翠的牧场变作风暴。上主亲像少壮的狮离开迄因的土地。因为欺压者的受气，搁因为上主猛烈的受气，变做趴远的所在。以上。好，感谢。伫继续上帝讲，即个上气的杯，愤怒的杯，是要对世界各国的审判。所以上主讲，无人会当逃脱咯。即个因若唔肯接的时阵，上主讲，这是袂当拒绝的，因为这个审判无人会当得闪。29节是今仔日根据，我既然对即座奉我的名起的城开始讲灾祸，恁将会当免受刑罚。恁一定会，因为我已经命令刀剑来攻击全地的居民。上主万国统帅安尼来宣告。所以上帝要审判，只有主权在伫伊，毋是互人来紧的，毋是互人来选的。然后上帝讲着爱来交代遮个句言下骹遮个30节遮个话伫对30节开始呢，到38节结束呢，可以分为4句话。但是咱看到这4句话呢，都只有上引号，没有下引号。31节。这个是话中的话，话中的话，但是这个和合本有翻出来，但看只有上引号，好，然后下引号是放在第38节，所以这篇的信息呢，这一篇的信息呢，是一个上帝的一个审判像是一首诗，所以一首诗啊。所以在和合本当中是用诗体的方式来呈现。这首诗呢，讲上帝像2种的形容，这个是战士，这个战术呢就是要来去杀害，就是要来去出征，但是战士最终的目的呢是要保护自己人。另外一个形容是像狮子，所以发出吼叫的声音。这个狮子呢虽然出来吞吃，但是它也是为了保护他的儿女，保护他的百姓所以呢，用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最后这段的信息的时阵，咱会知影讲上帝伊不是只有生气尔，然后六亲不认，然后看到见一个就杀一个，什么人神挡杀神，佛挡杀佛，不是安尼，是上帝伊是有目的的，伊是有伊的计划的，他是有他的清楚的对象的，所以对30节上主伊要大声喊。然后伊发的对象呢，是家己的羊群，伊要将这居民，亲像打葡萄的人共款在打，然后要亲像战争来到共款，甚至要有这个审判来到，要有这个歹人，上帝要甲伊交伫审判，要
互上帝互审判呢，要看到对这国看到迄国有大的暴风对世界其尽头架起来，好，所以就是从地极吹来的风啊，从地极刮起啊。好，然后呢，好，上帝所要抬死的人呢，好，无人哀哭，无人收尸，无人甲因抬，因拢变做是粪哦，好亲像粪扫共款。总是咧有才华是啥呢？好，才讲到，好，就是牧者，人民的牧者，好，现在中译本翻成人民的领袖，好，原文就是牧人。好，因着哀哭，好，因为因是羊群的领导者，是羊群的领袖，好，所以在耶利米书好像看到，好，领袖跟牧者好是一致的，啊，第25章节的时候才同时出现，又是牧者又是领袖，好，领着哀伤，好，然后呢，这牧者无路通走，羊群的领袖嘛无法度逃脱，好，啊，所以36节讲。牧者在哀叫，羊群的领袖在哀哭，因为因这一切拢毁掉啊，因要后悔，讲啊，我要好好来照顾这羊群嘛，已经袂赴啊，所以上帝发出的生气，互平安青翠的牧羊变做风暴，最后讲上帝是亲像这个少壮的狮。离开险，伊的土地因为气压的受气，上主伊的生气，这个所在变做爬的所在，下引号、关引号，在这个地方表示讲这是一段，所以这个是圣经翻译当中比较特别的一个段落，但是对意志来看，已经是很清楚，就是上帝伊的审判，时间点。就是伫这个约雅斤罪王头一摆受掠的开始，然后上帝对家己的厝、家己的子民来审判，也要对列国来审判。好，咱今日分享到这，多谢嘉玲带咱今日读今日的圣经，叫咱做伙来祈祷。现在主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看见上帝，你通过耶利米已经传讲23年，就爱悔改的信息。这23年中间，人民无悔改，煞变本加厉，甚至伫国家愈来愈弱的时阵，煞愈无愿意来求上帝，直到加速家己的灭亡。主啊，互阮有智慧，听上帝话，就要来反省，来检讨，谦卑家己，超找家己应该爱检讨、爱改变的所在，毋是只有来生气，也是只有来埋怨。愿上主你的话，也互阮得到激励，互阮知影上帝你有一日要来到，你的审判是要对教会、对基督徒、对阮家己来开始，互阮会当来警醒阮的言行举止，互阮所做一切就顺利，互阮伫主的面前会当得到主你的意爱，也祝福保守阮今日一切会道下行程，讲阮这所要做的工，拢有主甲阮同在，安尼恳求祈祷感谢，奉靠耶稣基督圣尊名，阿门。多谢大家，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好，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什么是太小，小到你也看不到；什么是太大，大到你